各位长辈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。在台湾，我们常看到很多大哥大姐每天早上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运动，吃得非常清淡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明明已经很努力，在养生疗胃，什么走没几步，路就开始喘，蹲下去穿个鞋子，站起来就觉得头晕目眩，甚至到了晚上，明明盖了厚被子，脚底板还是冷冰冰、麻麻的。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，好不容易去医院做了一次健检，拿到报告一看，那一行代表胆固醇的数字依然是红彤彤的。我看过太多的老病友，看着报告单上的红字，眉头锁得比谁都深。他们心里一定在想，我都已经不吃肥肉、不吃蛋黄了，为什么还是这样？请大家一定要听我说，如果您今天只听了一半就转开影片，您可能会继续用正确的食材去做错误的选择。这就像是您的血管，这条马路明明已经塞车严重了，您却还在往路上倒沙子。这种堵塞是在急进中发生的，它是慢性的发炎，是血管壁一点一滴的硬化。如果我们不从根源改变吃菜的方式，血管坏掉的速度可能比您想象中还要快。这不是在吓唬您，而是要提醒您，别让这份健康的努力变成了徒劳无功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棒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这个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我知道为了这组胆固醇数字，您真的受了很多苦。很多长辈告诉我，他们已经好几年不敢碰东坡肉，连最爱的咸蛋苦瓜都戒掉了。每天看着桌上的烫青菜，吃到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心里其实是很委屈的。你每天准时吃药，甚至还买了一大堆昂贵的磷虾油、红曲胶囊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只希望下次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的表情能放松一点。但是当您发现，即使做到了这一切，身体依然感到疲倦，双腿依然沉重时，那种无力感才是最折磨人的。您可能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老了，没救了，或者是基因不好，注定血管要塞住。老实说，我非常心疼大家的这种处境。我想告诉您，这真的不是您的意志力不够，也不是您偷懒。事实上，问题的核心在于，我们从一开始接收到的健康资讯，可能就太过片面了。我们一直以为只要少油就万事大吉，却忽略了身体运作的复杂性。血管就像我们城市的排水系统，单纯不往里面倒，油是不够的。我们还得学会如何清淤，如何让这套系统自我修复。今天我不要求您去操场跑5公里，也不要求您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。我只想邀请您放下过去那些让您感到压力的旧观念。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，因为方向一旦错了，跑得再快也到不了终点。现在我要揭开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其实只有不到2成是直接从食物里吃进去的，剩下的8成以上全都是由我们的肝脏自己制造出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吃得很清淡，胆固醇却依然居高不下。我们来打个比方，把血液想象成台湾清晨的高速公路，血管就是这条路，血液里的胆固醇就像是在路上跑的一辆辆货车，负责载运身体需要的能量。而低密度脂蛋白 LDL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，它就像是运送货物的车队。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不在于车子多，而是在于这条马路太破旧了，
或者是车子坏在路中央，当肝脏这个总调度室出了问题，或者肠道的代谢功能失灵，这些货车就会在马路上乱撞停滞，最后导致大塞车。更关键的是，有些特定的蔬菜，它们含有的微量元素能直接影响肝脏的调度功能，帮助肝脏回收多余的胆固醇，就像是给高速公路配备了最强大的拖吊车。但是90%的人都吃错了时间，甚至吃错了部位。例如，有些菜的营养精华在皮，您却把它削掉了；有些菜需要一点点好油脂才能锅释放营养，您却坚持用水烫。如果您不懂得如何利用蔬菜去校正您的肝脏与肠道发炎，那么您吃的那些青菜，充其量只是纤维无法片成修复血管的药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定义吃菜这件事。讲到这个理，大家可能会想，这些蔬菜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？其实科学道理很简单，我们不需要背那些艰深的医学名词。蔬菜里最核心的3大工程就是水溶性、纤维、植物固醇以及抗氧化剂。首先，水溶性纤维就像是一把软刷子，它在您的肠道里会片成一种凝胶状的物质，像磁铁一样把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吸住，最后随着粪便排出体外。这就减轻了肝脏的负担，让肝脏不用一直忙着处理废弃物。其次，植物固醇长得跟胆固醇非常像，它会去竞争肠道的座位。当植物固醇把位子坐满了，坏的胆固醇就没办法被吸收，只能乖乖地离开身体。最后是抗氧化剂，这更重要了。血管壁为什么会发炎变硬？就是因为被生锈了。蔬菜里的植化素就像是高级的防锈漆，能保护您的血管内皮，让它保持弹性，不让脏东西粘在上面。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大哥大姐，蔬菜虽然厉害，但它毕竟不是强效药，它不像西药那样吃，一颗下去，血压、血糖马上就降。蔬菜的作用是修复环境，这需要时间。就像我们修补马路，不可能一天就修好，需要给身体一点耐心。通常这种代谢环境的改善需要持续数周到3个月的时间，您会慢慢发现走路变得比较轻快了，起床时的神清气爽，就是身体在给您讯号。所以不要急，我们追求的是长治久安，让您的身体学会自己修复自己，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对药物的过度依赖，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。让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在台中有一位69岁的林志明先生，他退休前是一名基层公务员，生活非常规律，但是他的 LDL 坏胆固醇居然高达285，这在医学上是非常危险的数字。林先生当时非常痛苦，因为他只要一吃降血脂药，就会觉得肌肉酸痛，甚至胃口全失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连跟孙子去公园散步的力气都没有。他曾经对我说：“医生，我难道要这样吃药吃到死吗？吃药吃得这么痛苦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后来林先生加入了一个社区的营养推广计划，我们并没叫他马上停药，而是帮他微调了餐盘。我们发现林先生以前虽然也吃菜，但他偏好吃太软烂、煮太久的蔬菜，且种类非常单一。我们教他如何搭配5色蔬菜，并且在特定的餐序中先吃这些菜，甚至教他如何利用十字花科蔬菜来保护他的肝脏。林先生非常认真，他每天记录自己的饮食，并且学会了如何正确摄取健康的油脂。3个月后，奇迹发生了。林先生回诊检查，
他的 LDL 竟然降到了正常范围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透过血管超音波检查，原本有些狭窄的颈动脉弹性居然明显改善了。林先生现在每天精神抖擞，还能背着小孙子到处跑。他告诉我，原来我以前只是在吞菜，不是在吃营养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蔬菜真的不是神药，重点在于您有没有掌握到那个正确的吃法。当您吃对了，身体就会像枯萎的植物重新得到灌溉一样，再次充满活力。第一类是稳定血糖组，这包括了秋葵、木耳、含苦瓜。这些蔬菜富含粘液，能延缓糖分的吸收。为什么血糖稳定对血管重要？因为高血糖就像是硫酸，会腐蚀血管内皮。当您先吃这些菜，就像是在血管壁铺了一层防护膜。建议您午餐时先吃一盘凉拌秋葵或黑木耳，这能有效防止饭后血糖飙升。第二类是启动肝脏组，这里的明星是绿花椰菜、大蒜、含洋葱。这些蔬菜含有含硫化合物，能帮助肝脏分泌更多的胆汁，加速胆固醇的排泄。肝脏是处理油脂的工厂，这些菜就是工厂的润滑油。特别是大蒜，您可以切碎后静置10分钟再下锅，这样活性成分最高，对清除血液中的废物非常有帮助。第三类是抗氧化护卫组，请多看一眼深绿色的叶菜类，譬如菠菜、番薯叶，还有红色的甜菜根，它们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、E 含叶酸，这些成分能防止血液中的胆固醇被氧化。记住，没被氧化的胆固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氧化后片得很黏的胆固醇，它们会像口香糖一样粘在您的血管壁上。每天摄取至少2碗深色蔬菜，就是最好的防护。第四类是内皮修复组，代表食材是茄子和芹菜。茄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， 能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，而芹菜含有的芹菜素则能帮助舒张血管，减轻心脏的负担。很多长辈怕茄子太油，其实您可以选择用蒸的，再淋上一点点干榄油和醋，既健康又美味。这些菜能确保您的马路路面平整，不会轻易裂开。最后一类是灭火消炎组，这是我今天要透露的隐藏版组别：芹菜与十字花科的芽菜。这些蔬菜含有的生物碱与酵素能扑灭体内的慢性发炎。血管硬化的本质其实就是发炎。如果您的身体一直在发炎，就像家里到处在起火，吃什么药都没用。透过这些清爽的蔬菜，我们可以把体内的这把火浇熄，让血管处于放松的状态。讲了这么多好菜，我要在这里给各位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：如果您不避开这个隐形杀手，您就算吃再多再贵的蔬菜，通通都会化为乌有。这个杀手就是精致糖与过多的甜味酱料。在台湾，很多长辈口味偏甜，炒菜喜欢加糖，或者为了让青菜有味道，喜欢淋上一大堆勾芡的甜辣酱、番茄酱。请大家听清楚，糖分进入身体后，会直接诱发严重的发炎反应。这些糖分会让您的肝脏疯狂制造超小颗的 LDL。这种细小的胆固醇最容易钻进血管壁，形成血栓。我常说，蔬菜最怕甜，不怕淡。如果您用了甜腻的酱汁去煮菜，那就等于是把救命的药材变成了慢性的毒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阿公阿嬷觉得自己吃得很素，结果血管还是塞住的原因。那些五颜六色的市售酱料，
背后隐藏的是高钠含高果糖糖浆，它们会抵消掉蔬菜所有的抗氧化好处。如果您真的觉得没味道，我建议您用天然的辛香料，像是姜丝、九层塔、柠檬汁来提味。请记住这句话，保护血管的第一步不是增加什么，而是减少那些会让身体发炎的甜蜜负担。只要能断绝这些多余的糖分，您的蔬菜计划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要把这套蔬菜计划落实到生活中，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个简单的黄金5步骤。第1周，每餐第1口先吃2大口青菜，把肠道垫好。第2周，每天至少摄取3种不同颜色的蔬菜，确保营养均衡。第3周，减少所有加工酱料，尝试用天然辛香料取代。第4周，维持充足水分，每天喝足2000 CC， 帮助纤维排毒。第5周，开始记录您的排便状况与精神状态，您会发现明显的不同。在执行过程中，有4个安全守则，请一定要遵守。第一，千万不要因为开始吃菜，就自己把医生的处方药停掉。药物的调整必须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。第二，蔬菜要多样化，不要天天只吃同一种，避免草酸过度堆积。第三，不要为了养生而吃得太急，端适量的油脂与优质蛋白质依然是必须的。最后，请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。血管的硬化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它的修复也需要时间。这套方法非常简单，不需要花大钱，只需要您在菜市场多留心几分钟。当您掌握了吃菜的顺序、种类与烹调方式，您就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存股。3个月后的您一定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做出改变的自己。血管通了，人就轻松了，这才是我们追求的晚年幸福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内容虽然很多，但都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。我们辛劳了一辈子，最不希望的就是成为家人的负担。其实最好的医疗不在医院的药柜里，而是在您的餐盘上。一盘对的菜，吃对了顺序，吃对了方法，可能就帮您省下了未来的100万医药费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听完今天的内容，您打算明天去市场先买哪一种蔬菜来试试看呢？是能保护肝脏的绿花椰菜，还是能刷清血管的黑木耳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分享您的选择，也欢迎分享您的私房蔬菜食谱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很有深度，很有帮助，请一定要转发给您的老同学、老邻居，特别是家里的长辈，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彼此的血管健康。别忘了点个赞，追踪我们下次见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走路有风。